香港为什么戴口罩是怕被秋后算账？台北戴口罩常常是怕被口水喷到，就这个社会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常常就笑一笑就算了，我还是有逻辑的人。前后讲大概逻辑都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，但你要在上面下标题了哈，然后再去扩大解释，哇，这个我觉得很奇怪，我都没有选总统，为什么他们这么焦虑在哪？市长，你昨天说两岸关系是30年最烂，可是苏贞昌昨天回说现在完全不止三通，然后数字就可以打脸。他真的这样回答？他跟蒋经国时代去比，蒋经国是30年前呢。我说最近30年，我不是说最近50年、100年呢。真的这么自我感觉良好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因为他有提到认为说包括举小三通有很多事情哦，就不要再耍嘴皮了。是非，把你讲这种话哦，老姐，这个人家不会认为在失言，人家认为说你把它差不多了嘛。香港为什么戴口罩是怕被秋后算账嘛？台北戴口罩常常是怕被口水喷到，就这样嘛。他说你不是看到都到处在喷口水了？但这个玩笑好像大家觉得拿这个时事好像有点不妥。常常这样，我倒觉得这个社会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常常就笑一笑就算了。我看是需要这样每一件事情都要这样扩大，然后这样带风向。我觉得这个，坦白讲，我对目前这种选举到了，你知道吗？那这种带风向的让我很不喜欢。我很不喜欢目前这种台湾的政治氛围。因为现在好像 PTT 或绿营很多的地方都在转载这段影片。其实常常这样，要是从前后听起来都，其实这样的我还是有逻辑的人，前后讲大概逻辑都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。但你要在上面下标题了哈，然后再去扩大解释，哇，这个我觉得很奇怪，我都没有选总统，为什么他们这么焦虑在什么？真的。像林鹤鸣说 MG149案啊，当年好像没有人笑一笑就好。那2014年的 MG149嘛。2018年的葛特曼事件嘛，反正这都是见证当年蓝绿操纵媒体带风向，制造文字狱的，制造这种政治迫害的一个记录，所以就是这样啊。那为什么别人讲？那为什么别人讲就是自己心腹就是蔡壁如讲话就是看看就好？那第一点哦，就是这样因为我问过了，第一点他只是人家寄给他，他再转给别人，他也没有在上面加什么评论嘛。那其实这我觉得这样的，这也常常也会发生的哈。但是如果说在一个群组转了一个也没有，就人家寄给他，他再转寄给别人，这样可以上《自由时报》的头版的话，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操作太过头了。我是不太喜欢这种做法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是这样的，常常也不需要去做一大堆规定的。我倒觉得这样的，这个社会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大家明着讲，就是说有时候在烂里面转来转去，好笑的东西转去，这也是常有的东西的哈。但是有需要去上《自由时报》头版吗？这实在是，然后有需要还劳动总统府发言人出来发言，那这个太辛苦了吧？对啦，我跟你讲哦，也许我会跟他讲说以后就少传，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我态度是人家比例原则嘛。如果在，而且他上面也没有去写他的 comment 的，而且那只是人家寄给他，他就原封这样再转寄。如果要这样的话，要上《自由时报》头版，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头版了。我觉得这个已经太，其实我打我问我的话，就太过于操作了。那你认为？